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9岁小女童去互因兜的大楼坠落来的泰路来撞到，脚趾片甲腰拢来受伤，天10外针。议员特别调出着资料，讲高雄市6楼以上的建物，平均每7栋就有1栋有这个泰路剥落的状况。但是市政府所编的维修的经费，一年敢若有够补助20栋的建筑，而且上最才补助5000块，参要请一台吊车的钱都无够，实在是真无脑使。 9岁查囡仔脚趾片，佮有腰互泰路撞着伤，6岁乌青天10外针，互人看甲真唔甘。查囡仔要真惊，妈妈嘛真艰苦。发现意外地点是伫家己厝内楼骹。突然一阵很大的声音砸下来，我女儿尖叫，阿嬷他们也赶快跑，就跑过来，就这样被砸到了。 查囡仔妈妈讲，当时佮有一位阿嬷和另外一个囡仔嘛互影响，这栋厝的厝龄伫要30年，对外墙看会出泰路一直咧落，煞无看到咧改善。万一佮有人着伤，谁要负责任？非常频繁，长期以来都是这个问题。 议员调数据讲，高雄市2014到2017年，针对6楼以上的大楼清查，平均每7栋都有1栋有落泰路的状况，有500栋红列做有落泰路风险的建筑物。虽然2017年高雄都制定建筑物公共安全管理自治条例，外边要做定期安全检查和申报，不过拢无落实。细节的办法、申报办法以及流程。 谁来做第三方的签证等等的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细节，会协助跟宣导，向本府的都发局申请外墙的一个拉皮计划。另外，讲市偏的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修修缮补助，因为经费有限，一年敢乃当补助20栋建筑，补助上济5000块。这嘛会互有落泰路危机的旧大楼真歹进行改善，对市民的生命安全来讲嘛是一大威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